有請第一位參賽者出場 ，Carol， 佢今次參賽嘅歌曲係《愛與和平》，係咪日文嚟㗎？係大家俾掌聲佢唱日文。大家好，我係 Carol， 愛與和平。沒這沒有 talking， 咪知咪個咧地，起舞做他嚟用，我咩做我嚟知，心自己都記。望着你講，也許更易濃於水的三個字，從我降世一開始。參加原因係因為好還等待親大家人多於阿瑪尼，那酷皮呀，那酷皮那 baby， 只能猜透 baby 阿瑪尼，那酷皮呀，那酷皮那 baby。The love of the world。扮作 I love Pokemon， 認定你是朋友，打開心中的愛便能用盡力量。Pokemon， 亦斷然去取勝。娛樂看遍每個都市，飛過綠樹片散作 I love Pokemon， 認定你是朋友，打開心中的愛便能用盡力量。Pokemon， 亦斷然去取勝，娛樂看遍每個都市，飛過綠樹片散作 I love Pokemon， 認定你是朋友，打開心中的愛便能用盡力量。Yes！繼續緊張啦，因為咧接落嚟咧就係到成人組嘅做埋死啊！獎項要揭曉啦。唔係，咁當然我冇啊。Kobe 啊 ，Kobe 做得好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哋繼續掌聲有請翻我哋真係能歌善舞，又能唱又能跳又能彈嘅 Kobe。俾個名人請上台有啲尷尬。